台湾的诈骗真抢手，即马搁骗假对日本去。伫咧京都、大阪有真侪共犯，互人抓到。咱的警方调查发现到，这幕后的主嫌人是伫咧台湾指示，透过和日本的非法组织合作，利用假的检警专门来骗日本的老大人。初步清查有30个人受害，拢总骗到2亿个日票。 警方规定，我过来甲嫌犯抓起来。嫌犯这个藏匿所在专门伫咧做诈骗犯罪。警方两边的行动，不但伫台湾抓到5位嫌犯，甚至还有5位台湾人是伫日本被抓到。透过通讯软体来要求车所来进行定时的安全回报，看有没有被日本警方查获。它最重要的就是怎么在日本去拿这个提款卡跟去做提领的部分。专案传出来是因为咱国警方接到日本的通报。 抓到台湾一名车手，伫京都、大阪等地被抓到。经过调查，幕后的诈骗集团是美伫咧国内指挥，找帮派成员去日本领钱，那包吃包带，连坐车的方式拢安排好势。每一张单会当抽3趴的佣金。初步清查有30位日本人受害，不法获利到2亿日元。日本的一个高龄者，因为目前大概都是有领这个。 他们的国民年金，然后退休者，然后在家里大家都是一个人。那加上日本的民众，尤其是老一辈，都蛮守法的，所以对于假检警的手法都深信不疑。国内诈骗集团专门伫咧警示大人下手，甲日本不法的组织合作，用假检警来骗。其实唔那是日本、台湾的士大人，也是这类诈骗集团的高危险族群。过去的生活经验，他觉得警方就是可以相信的、互动的朋友啊或邻居这些比较少。假检警的诈骗案件每年有上千件，60岁以上士大人受害，伫咧109年有740件，110年要到800件，111年是784件，拢占超过一半的人数。面对着早期犯罪。 据报说一直出，抑个一直伫咧出新招，所以大家拢爱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